咱做伙来念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你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伊本着必来到人来受苦，应死个死埋葬而因父。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诚济。咱要来启应伫启应文第24篇，启应文第24篇。我来启兄弟来译。全体要对上主欢呼。要唱俄罗斯歌来到伊面前。伊创造咱属伊。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咱三甲做伙来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至高的上帝。伫即个归圣日子，我们一摆来到圣殿，要来敬拜你。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感谢你，就救世界人，你有差遣你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着世界人的罪，受定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成做世间人的救赎，竟然生个通来得到永远的活命。武汉肺炎已经经过3年外，而且中间有造成全世界真侪人性命死去。但是，阮感谢上帝保守台湾这个宝岛，伫疫情的中间，无有拄到重大的影响，百姓伫生活。经济会用的慢慢来恢复正常。我了为着乌克兰的战乱献上我的祈祷。世间有侪领袖因为个人的贪婪甲野心来发动战争，致到无辜的百姓受着性命甲财产的损失。愿上帝施阮人民，当互战争来早早结束。互地面上的国家会当通来恢复和平。我来求主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伫生活中、工作中，还是身体，每个人拢有主你的引带甲带领。无论你有啥物原因，无法度来到即个所在来参加敬拜上帝，但愿主你永远保护照顾伊。愿今仔日礼拜会当诚做好的献祭，会当得到上帝大大的恩典甲祝福。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下面葫芦诗班要来赞美耶稣圣洁神爱主。咱要来读一段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42到47节。《使徒行传》第2章42到47节，因专心领受使徒的教示，参与团契生活，八饼祈祷。使徒真侪行真侪奇事神迹，引起众人敬畏的心。所有的信徒拢做伙生活，所有的物共家用，搁袂加散财物，照逐人的需要分互大家。逐日同心合意，圣殿聚会，搁伫一家一家八饼，用欢喜诚心做伙啉食，上赞上帝，搁得到众人欢喜接纳主。将得救的人日子天互因，以上下面王传道要透报互人信息，是活灵活现的寺庙。各位兄姊妹，大家平安。已经早起的礼拜，咱要同齐透过上帝的话，来互咱的生命得到丰盛。伫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节中间，咱就看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团契的生活。我想咱每一个人拢有参加团契生活的经验，可能伫年纪真细，佫是儿童的时会参加水路，到伫青少年阶段会参加青少年团契，对着年纪哪会哪大，咱会参加无共款的团契。有的是妇女，有的是大专，有的是社青，有的是家庭、商人等等，有无共款的团契伫咱的教会内面。但我要问，咱各会记的，家己是怎样来入去到这个团契内面的吗？你会记的无？
这个问题有可能会对着时间愈来愈久，愈来愈久，咱会渐渐袂记得。也有可能这个问题对每一个人来讲，伊无一定是真重要，可能无重要。对着来到教会时间久，咱也慢慢进入到某一个团体内面。伫这个团体内面参加，然后原因呢？因为久啊，习惯啊，嘛无遐尔啊重要。咱的原因就是习惯，习惯来参加，逐礼拜安尼。但也有可能咱真清楚知影，也有安尼啦，是真清楚知影为怎样我要来到这个团体来参加。这个原因你心内真清楚。咱必须要了解一项事，就是团体的生活，就是教会的生活。咱面对团体的态度，也会安尼直接反映着咱来安怎看待教会。同款，今仔日也要反映着咱是怎样看待今仔日的主日礼拜。当咱开始思考，咱为怎样要参加这个团体，还是迄个团体的事？如果讲这是一个习惯，安尼，那换做另外一个问题，今仔日你为怎样会来到教会内面参加礼拜？这个原因敢是嘛是一种习惯呢？当然，我想咱参加礼拜也是团体，会当是一种习惯，这是会使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咱爱互这项习惯，伊是有意义的，伊也有意义。咱为进入到教会参加教会的生活，一定是受到上帝的带领、圣神的感动。透过安尼的经验，咱呢想要去回应这份耶稣的疼，所以直到咱将家己的性命、金钱、体力一切，放伫教会的生活内面。所以咱伫这个时刻，咱才会同齐组织。做伙敬拜上帝，敢毋是安尼？伫咱今仔日所看到的一段《使徒行传》2章42节到47节中间，伊要互咱去看，什么是团契的生活。当咱开始思考什么是团契的生活的时，咱也必须先了解，到底团契这个物件、这个生活是怎样来的呢？第2章、第2章《使徒行传》第2章。头前去讲到，即个团契生活是怎样来的？如果咱手中有纸本的，还是手机啊 APP， 你会当拍开来看《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40节，伊咧讲啥？啊，若无诶，伫遮恁我会讲互恁听。伫五旬节迄天，有一群圣徒，因同齐组织，伫迄个时阵，圣神降临伫因诶身上，因呢照着圣神所赐诶即个才能。开始讲起无共款的语言，安尼的代志去引了周围的人，人的组织靠近这个圣徒，这个人看起因这个圣徒应用无共款所在的语言，无共款所在的语咧讲话，而且佫是因家己听到的人的语，互因感觉真戆影。因为遮恁咧讲的人，因拢是加利利人啊。照理来讲，因会晓的语言，应该就是加利利遐恁的语言才对。安尼圣徒用无共的语咧讲同一款的代志，同一项的代志，就是上帝所做伟大的代志。然后有人讲，就有人出来讲，因是啉新酒咧醉，就是这个时阵。彼得甲其他11个使徒徛起来，彼得毋只因为好奇受吸引，已经邀伊的人讲，遮个人毋是照着所想的酒咧醉，即时才臭早9点。然后彼得咧，咱后来看，伊就开始分享伊要讲的信息。彼得要互众人同齐来看一项事。就是上帝透过耶稣所做的事，耶稣来到因中间，行做神业，医治真济人，也毋免讲真济
无共款的道理，为着是要互家人所有人知影，上帝对以色列的旨意是甚物。但是，这个证人因却做一项事，就是将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将伊杀死。耶稣所做的事，以及做伫耶稣身上的事，对当时住伫遐冷的犹太人，甲规个耶路撒冷的人来讲，无人毋知，无人毋知。但证人拢无想到一项事，就是这个人伊真正就是上帝的独生囝，上帝阁互伊对死来告我。耶稣告我的是门徒拢看去，门徒就是这项事的见证人。当彼得咧传讲这个信息的时阵，迄个时阵耶稣已经上天，到伫上帝正面啊。彼得对以色列的证人讲：以色列全家着较实在，着较实在。恁甲伊钉死伫十字架顶，这位耶稣，上帝已经任命伊做主，做基督啦。证人听了彼得所讲的这个信息，因的心内感觉受刺激。因彼得甲其他的信徒使徒来问讲：阮应该做啥物？阮应该做啥物？彼得应讲：悔改。大人拢着奉耶稣基督的嘛受洗，互恁的罪得到赦免，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信息。各位兄弟姊妹，咱搁一届来看这段第2章《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40节时，咱会看见着对圣神降临到这个圣徒、甲门徒身上，以及彼得伊开始传讲的这个信息，这两项事有一个真大的目的，就是上帝要透过信靠伊的人，将悔改的力量甲感动带予证人。当咱认真咧思考彼得的信息，咱会看到伊所讲的事，这件事是对当时所有人拢知影的代志，就是耶稣伊所做的，以及因做伫耶稣身上的事，伊拢知。但彼得佫强调一届，恁着确实知。头前所讲到的这个知，因知影发生啥物代志，都亲像一件发生着伫家己身上、身边仔的代志，甲家己却是无啥关系，伫你身躯边发生的。但后壁所讲到的这种，恁着确实知，是要对所有的人来讲，耶稣的代志是有关每一个人家己的事。彼得要证人清楚去看，上帝来悔改有偌尔重要。安尼信息同款也是要对咱来带来提醒，就是咱敢有将我知影耶稣的事，变成做我知影这项事是我甲耶稣的事。每一届咱定心来看，也是听上帝的话时，咱敢有想到一项事，就是这段话要安那，互我来做出调整？要安那，互我的生命会当甲主有一段亲密的关系？听起彼得信息的证人，因听起这个道理，因的心感觉受刺激，所以决意选择成做一位搁一位愿意悔改并且接受福音的人。第4节1节讲到，迄天有3000个人成做基督徒。我想这是一项值得所有主内兄弟姊妹欢喜的事，因为咱看到门徒因宣教成功，《使徒行传》第2章，那亲像嘛会当写到遮就好啊，亲像一段真好的故事写到一个所在结束。但后壁却佫有一段，咱会当想看觅，如果伫今仔日咱的教会，有人愿意接受福音，伊悔改受洗礼，伫礼拜结束以后，这个人伊要安那对原本的生活，变成做甲基督同活的生活。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节内面，42节到47节，伊是咧讲圣徒受洗，圣徒受圣灵充满，证人受吸引自责，
然后彼得透过信息，互人悔改，3000个人同齐组织。咱会当看到过去的圣徒因是怎样来过团契的生活。伫今仔日咱所读的42节到47节，伫今仔日咱嘛要透过这段过去的记载，上帝的话来搁一届反省思考，咱要安怎来过符合上帝心意的团契生活。首先，咱必须爱先了解一项事，就是咱甲过去的文道因所生活的处境是无共款。当咱看到3000个人受洗礼，开始做伙过团契的生活，毋是表示讲因是一间有3000人的大教会。对经文，咱会当清楚看到，因是无论伫逐所在，因拢会想要三甲组织，无论是伫圣殿，也是伫厝内。这信徒因呢，搁做一项事，就是因将因的物件摕出来公家用，搁变卖因的财产，照逐人的需要来分互大家。当时的信徒会安尼做，并表示讲团契的生活必须安尼做，是因为因想要透过这种的方式来甲别人同齐生活，甲别人同齐分享。伫经文内面，咱看去这3000个人，因做一项事，因就是专心，师道来请教，参加团契的生活，然后呢分享擘饼，同齐祈祷。因将家己物件摕出来公家用，以及将家己的财产摕出来分享。逐日伫圣殿组织，也是伫厝内分享擘饼，各用欢喜心做伙啉食，因颂赞上主，各用欢喜互相接纳，然后呢，主就得救的人，逐工加添互因，因敢有去传互因？无，因着做这项事。但是上主要带领人来到这个受伊祝福的团体。回顾这段经节，咱要同齐来思考。咱敢有也过这种的团契生活？这敢是阮所过的生活？当咱参加教会团契时，咱敢有经验到这段经文所讲到的这个，互你感觉甲过去同款？就是伫团契的生活内面，学习上帝道理，彼此分享，同齐祈祷。互相接纳，用欢喜心做伙啉食，最后颂赞上主。这6项是团契生活中必须爱有的核心。当咱伫这个团契内面的时，这6项是咱要去实践的。这个团契若有安尼实践，伊就是符合上帝心意的团契。但咱上时也爱必须谨慎，上时也必须爱去做调整、甲学习。比如讲，如果一个团契，伊只有不断的学习上帝的道理，却完全无互相分享，大家感觉这个团契最后会变做什么款？我想这个团契伊最后虽然伊造就人侪认捌上帝。但是，这个团契最后却忽略人甲人的关系。如果一个团契伊是强调彼此分享、彼此来认捌，却无教示上帝的道理，最后这个团体会变成做只有咧开讲尔。如果一个团契，伊非常强调欢喜的组织，就亲像过去我家己的母会。伫青少年阶段有一段时间吼，真爱耍，逐礼拜拢咧耍咧食，这是青少年上爱。然后呢，到有一天开始要拜读圣经的即个聚会时，就无人要来啊，就剩牧师甲牧师的囝要来尔，其他的人就无爱来啊，因为读圣经就是等于无聊，
对青少年来讲，好像就是这样，亲像就是安尼，所以因就感觉讲今仔日无爽的，就无爱来。这就是强调某一项会带来团体走偏的一个生活。所以如果一个团体伊强调某一项，敢若一项尔，这个团体伊就无完整。当咱开始思考安尼团体的生活要安怎来调整的时阵，咱的心内理性会走出来哦。会对咱讲，安尼是毋是团体这个聚会内容哦爱调整、爱改变，还是讲过去团体就是安尼要改变哦，真困难的啦，足困难的，有真侪物件爱考虑。先停落来，首先咱来明白，团体吼是每一个人的，伊毋是某一个人的。然后呢，每一个参与的人应该爱用同款看重的心态来伫遮恁即个团体内面做伙来生活。第二，调整即项事本身就是无简单的事，无人想要去改变，这是正常。这是咱需要做的，毋是马上做一个真大的改变，对算到无算马上改变，对安那到安那马上改变。咱需要做的是慢慢思考，至少有开始思考嘛，但是爱慢慢来。咱家己的这个团体的生活欠倒几项重要的，然后慢慢啊调整，互上帝伊做伊家己要做的代志，毋通用人的想法要来做这项事。但是咱爱做一项上重要的调整，就是咱的心态，爱为无看重变成最看重。我捌问大家，敢有参加团体的经验？有人可能有真济，就是对主日一直到上练，大家团体拢参加过。也有的人会讲，我无经验，我敢若顶礼拜拄洗礼拄来尔，还袂有团体的经验。但其实，规个教会的生活，伊就是团体的生活。现在伫教会，即摆教会为着要帮助每一个人哦，会当找到因适合的族群，所以设立真侪无共款的团体。安尼的设立要互咱每一个人安那，拢有机会有团体的生活，即个经验。但是呢，安尼的设立毋是要甲咱限制，亲像咱想想看觅，团体的生活应该爱亲像啥物款，无受限制。咱想想看觅，当一个礼拜的开始，伊就是团体的生活。咱无分年纪，同齐敬拜，领受上帝的道理，佮做伙祈祷，讹乐上帝。当礼拜结束的时阵，咱欠倒一项，咱无互相交流。一位长辈，伊就行到一个青少年的身躯边，简单对伊讲出一句话：今仔日会当伫礼拜中看到你真好。我想，伫即个时阵，无共款的族群，也要成做一个同齐生活的团体，敢毋是？咱怎样看待团体的生活，也要反映咱怎样参加教会的生活，伫内面咱的所想、所讲甲所行。我要问大家，各会记得家己参加团体的原因无？你各会记得吗？咱有可能有真侪无共款的原因。来到团体内面，但上重要的，也是每一个人拢共款的，就是这个原因，咱同齐组织。这个原因就是咱每一个人拢相信上帝，无论是一开始，还是伫过程中，因为咱相信上帝，所以接受这个福音，悔改军队，然后咱彼此之间，诚做真正参与到这个团体内面的一份子，毋是一个伫边仔看尔，咱入去到内面。对这个时阵开始，就无搁再是一个来教会的人。来教会的人，就表示讲，伊只是行入去教会内面，但是伊的心内无教会，无上帝。咱要成做一个军队啊，所有人，无搁再是一个来教会的人。咱要进入到团体来生活的人，同齐学习上帝的道理，互相分享，彼此祈祷，互相接纳，用欢喜心做伙啉食，并且讹乐上帝。透过了解这过去，上帝怎样使导因带领人来入去到团体内面，以及看见圣道因怎样去过团体的生活，
然后伫今仔日，咱也要继续来去实践，安尼合上帝心意的团契生活。过去的团契的生活是非常重要，这是要建立咱甲上帝的关系，同时也要建立咱每一个人甲人的关系。所以咱伫遮顶会讲，咱是主内的兄弟姊妹。咱物件毋是咧讲白惨嘛，咱就是因为有这个想法才会讲嘛。兄弟姊妹，这位兄弟，这位姊妹，咱就是受上帝的百姓，共有一个爸，就是天爸。咱诚做伊的囝，就是一家人。什么是团契的生活？就是咱因为回应上帝的呼召，相信悔改军队的一群人做伙组织，做伙生活。伫团契的生活内面，咱的性命要受到塑造啊！安尼的性命，伊是会不断更新的。安尼的性命，伊是连接上帝甲连接人的。伊要展现出来的样式，就是活灵活现。咱会当想看觅，如果必须做咱的性命，互咱会当做济选择，选择用什么款的方式来活，选择要安怎过这人生，安尼活灵活现的性命，就是伫济选择内面，你犹原选择无要为家己来活，你选择要为着基督来活。你要诚做基督徒，你选择要来教会，你选择要参加这个大的团契生活，安尼的生活，就要互咱的性命得到丰盛，受济所捆绑的这个性命，也要伫基督内面得到讨绑。这个性命，伊就要真正会来活咧。咱透过上帝的话，同齐得到迄份，互咱心内受刺插的感动，也互咱会当伫生活中展现出认真军队为主来活灵活现的性命。这是愿咱今仔日伫参加礼拜，会当有遮尔开始思考的代志，就是你的心内会当开始感受到迄个受刺插的感动，以及开始展现真正活力的性命来跑走。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你呼召阮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佮感动阮，军队你，阮献上阮满满的感谢，也求主帮助阮每一个人，伫阮每一天，拢会当对你的话语得到受刺插的感动，互阮知影要安怎来调整，也互阮有勇气来调整。阮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回应上帝话，咱来吟圣诗第281首，上帝即时临在。
心做伙来奉献。我来报告几项教会事工，咱大家同齐来分享。咱圣经学堂，咱即礼拜的进度来到使徒行传第8章26节到40节，请来会当拜3点伫线顶，同齐来看吼。明仔载是劳动节，所以咱办公室会休假一日吼，请大家会当同齐来注意。佫刷来后礼拜是步会周，所以嘛请咱各部来调几步会。5月21点伫礼拜煞以后要调开中职会，所以嘛请咱工会当同齐来注意这个时间。后礼拜咱是因为顶摆教会学校纪念组织的时阵，中女因为年假的部分，所以无法度有学生过来，所以咱会安排点伫后主日。后主日特别中女的校长、校牧、劳务师以及总务主任甲因的同学都会来到伫咱中间，也配合咱的协会要点伫后礼拜开始要举办一个甲咱东门教会甲中营女中的联合展览，会点伫边仔遮啦，对，会布置点伫边仔咱即撮的部分吼。这个题目叫做《东门人的少女时代》，所以欢迎咱大家会当做伙来参与。嘛，趁这个机会，如果咱大家想要关心，既若有中女的姊妹过去捌来到伫教会中间，伊足久毋捌来，会当趁这个机会，嘛邀请过去中女的校友、中女的学生、老师，会当同齐来参与伫这个活动中间。嘛，透过安尼，搁一摆讲咱教会的故事，讲教会学校的故事，期待咱会当成做一个传福音的工作。
哦，搁刷来吼，咱对面一直咧施工，所以嘛，请咱为着对面的遮一切的工程大道，啊嘛，请大家出入的时阵会当特别来注意家己的安全。好，啊，搁甲一件代志，就是咱会记哩，咱4月初的时阵，有一对迄个妈妈甲查某囝踮伫遮领受洗礼，迄是数月节甲伊的查某囡仔是佳颖吼。啊，因两人踮伫遮领受洗礼。啊，谢西川兄弟是迄个四月节的先生。伊身体其实已经干净一段真长的时间，是迄个蒙神长老的同学。一直拢咧关心。踮伫顶主日，就是4月23的时阵，伊有同意要接受洗礼，所以迄日咱的小会有特别到伫因兜，为着伊来行洗礼。嘛真毋甘，就踮伫即礼拜中间，伊就已经名字稳掉，所以咱会踮伫5月初5，上午8点半，举行一件火化礼拜，下晡1点会踮伫麦米拉生命园区来举行告别礼拜，请咱嘛同齐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感谢主的恩典，互伊踮伫上帝要接伊去进前，其实因全家拢有机会来接受洗礼吼。搁另外一件代志。咱最近知影咱咧送往来吼，这是迄个东区区公所的活动。东区区公所的活动，因为区长来这附近咧讲，因为东门路桥封起来，抵到这附近的迄个做生意的人生意伤过歹，所以一直走去区公所咧抗议。所以区公所后来就想一个办法，讲要消费到一个满额了要送往来的活动。区长来找我，就讲无事恁要送往来无？我讲阮无法度消费满额呢。伊就讲毋要紧啦，恁要安怎送就安怎送啦。阮就直接将往来下来到伫遮。所以咱就去甲公报社借迄个巴克利牧师的迄个人生立牌，所以只要你甲伊去上，就会当摕往来。但是即摆佫剩偌济，我毋知，因为伊是分2批。后一批60几粒往来，佫后一批，所以伊是分2批。所以若是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咱会当踮伫遮拍照打卡，就摕一粒往来，鼓励咱大家若是有法度，就是附近的遮做生意的人，加减去家己买一杯饮料，买一杯咖啡，斗支持。听讲佫90几工啊。听讲东门路桥要开，迄天办记者会，迄天是佫100工，所以即摆佫90几工就要开迄个东门路桥，所以请即个区公所嘛，请咱教会当同齐来斗3工，互咱即附近等即路桥通了后，咱整个的城市的发展会继续佫行另外一个阶段。所以这是送往来的活动是安尼吼。好过来，咱今仔日有何昌义兄弟、何阳玲姊妹踮伫咱中间是无？踮伫头前遮，这是何惠爱姐的惠爱姐的亲人吼，欢迎因来到伫咱中间。惠爱姐吼，惠爱姐踮伫遮。好，感谢主的恩典，互咱会当同住即愿咱等下礼拜3以后，咱会当继续有交期的时间。咱要来读本周的经句，第9部第3页是咱的 PowerPoint 拢有吼，咱做伙来念2解吼，预备来，上赞上帝，好得到众人欢喜接纳，主将得救人日子加添福音，使徒行传2章47条，搁一摆上赞上帝，好得到众人欢喜接纳。主将得救的人，日子加添福音，使徒行传2章47节。最后，咱来念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念诗了，咱请牧师来祝祷。
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带领，踮伫咱逐日的生活中间，互咱活出团契的见证，将福音带到需要的人中间，分享上帝的疼甲祝福，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阿门。